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鸟诶呀！阿母，后摆食苹果哦，你甲切做3份啦，安尼嘛较公平。啊，我也是想讲吼，阮金孙还阁细汉啊，啊加食一寡是安怎？阿母，敢讲你拢无一丝仔私心？唉，莫为着食苹果哦，母甲大家拢袂爽快啦。搁再讲金良、玉芳，嘛是你为自细汉落屎落尿落大汉的啊。迄若毋是因奶奶在世甲我交代吼，啊我嘛是应当爱听啦。真是嘞，我已经叫因两个外归啊，你的脚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无代志啊啦。迄两个囡仔吼，你原来要甲好好管教一下啦。是啊，我知影。你要创啥？我甲抱来困啊。哎呦，遮困就好啊啦。啊，你还甲刷叮当，啊，毋拄好精神呢。我甲你讲，后摆福将吼，拢甲我困就好啊，哈。安尼恁两个吼，才较有时间吼，管教迄两个囡仔啦。好啦，恁去困啦。阿母啊，你日时啊带，暗时啊又带，受忝啦，有心的啦。哪会忝？做人阿嬷的人，可是我的金孙，搁较忝吼，嘛是爱带啊。阿母，你日时啊、暗时啊拢压掉的，啊心的。搭你讲迄落啥物笑话哈？啊，咱是一家伙的人呢，啊，住伫咧共一间厝，啊，是妹若要看囡仔，随时拢嘛会当来看，啥物我咧压掉掉。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忝啊，恁去困，我要来甲阮金孙困吼。啊，阮金孙，哎，金孙嘞，秀玲啊，啊人来就好啊，啊你遮功夫着搁买遐啊，无啦，即个有来看你啦。你有去看病倒啊？有啦，啊毋过吼，阮阿爸无想要见阮啊。哪安尼咧？敢我到即摆阁想袂通。啊想有通想袂通哦，迄拢无重要啦。上要紧的就是讲吼，明玉啊，啊甲吼秀玲吼，因这无仔囝哦，会当过得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像明玉安尼遮乖着吼，你还会记哩？阿嬷吼定甲你交代，啊，阮福将啊，若大汉的时吼，你着爱教伊读书。看会当吼，像你安尼，逐摆拢考迄落第1名的无哈？阿嬷，这学期吼，我毋是考第1名啦，是第2名。啊，毋过吼，比较以前我会摕考第1名子啦。
哎呦，你甲听我妈呀，比较进前吼，讲要考第1名啦，真乖真乖。明玉，你学校的成绩单拢本啊？早就本啊。成绩单发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那怎么明玉知道成绩的？应该是他们班上先发吧。真的吗？我听阿猫叔叔说，学校的学末成绩单在放假以前一定会发的。就算别班的先发了，这个时候你们也应该拿到了。金童，你到底拿到成绩单没有？满江红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不敢拿出来。你还敢说啊？你骗人在先，成绩又通通不及格，你说你叫人家怎么疼你啊？好了，喜妹，好了啦，不错了啦。你看，阿贵啊，考差2分就及格啊。你说什么你？阿喜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你教囡仔，你3顿牛你就准煞。啊，中央啊考试考了无好，你生活头一定足艰苦啊。哎，我嘛成绩单的代志咧。考了无好，当然嘛唔敢提出来，这样慢慢来。要安怎慢啦？开始的时阵，是因为阿嬷甲因奶奶吼，两个要抢要教囡仔啦。我嘛互伊教，啊，因两个人唔知要听什么人较好。后来因奶奶过身啊，我就想讲，互因阿嬷甲管，安尼较有规矩啊。即马好啊，我将出事啊！即马阿嬷的心拢放在迄金孙的身上。金龙甲玉凤要安怎才好？安尼拄啊好啊，咱就含金龙、玉凤收转来帮咱管嘛。囡仔拢遮尔大，伊的个性拢已经定着啊，要安怎管啊？你莫着急啦，后摆啊，我加开一寡时间吼，伫金龙、玉凤身上，好无？慢慢来。真是急惊风碰得慢郎中哎！皇帝不急，还急死太监。25只鸡，然后呢，走失了4只鸡，啊，农夫又过来了。爸，你会不会啊？对啊。太久了，忘记了，我想一想。哎呦，爸爸，你这样子很浪费时间呢。对嘛？啊，这样子好了啦，我先跟玉凤出去玩，啊，等你想到了再叫我们2个回来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。我那么辛苦的教你们，知不知道？坐着坐着，等我想出来。爸，这是你的电话。我的吗？不是你的吗？去接啊。喂，我就是啊，即摆你无用呢，咧教囡仔做工课，敢一定爱去？哦，快点下班的时间到啊，我先来好了。来，爸，你不是有事情要出去吗？对啊。你就知道，我巴不得我要出去，然后我前脚走，你后脚就跟出去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晚上回来再告诉你们答案好了。好，哎，爸爸，这是我的课本哎。先借我，晚上回来告诉你。哎呦！
是无闲的，恁这两个囡仔慢慢合计好无？安尼好甲恁弄叫，恁小弟福将啊伫咧困啊，较等下甲吵成是，袂算哦，去订呀。这声，啊，就是这个样。哎，哦哟，两个仔是安怎啦？你是臭伊人哟？拄则阿妈咧甲恁讲，你无听着哟？恁讲恁小弟福将安尼困安尼，啊，恁哪能讲袂出声啦？起名算啦。哦，是这样。都是福将害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把地放在这里会被人家抱走哎，本来就是要让人家抱走啦。可是我告诉你哦，不要说了啦，回家的时候你不准说半句话哦。玉凤，快点走啦！福建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我好，我先把你带回去阿妈家。还是礼堂啊嘞！金孙诶，福将啊，哎呦，敢会爬面床骹？福将，福将嘞！我的金孙啊，福将嘞！哎呦，福将啊，走啦！福将不见了！福将，福将！哦，福将不见了！哎呀，本来就是要让人家抱走嘛。可是我们应该要知道是谁抱走的，你们才可以找到他。不管啦，到时候不知道就可以了啦，快点走啦！福将，详细情形你倒来问阿母就知影啦。是啦，阿姨随转来啦。爱甲我查清楚啦，我是啥物人哦？让我偷抱我的金孙，让我知影，我拼这条老命都要改输赢啊！对啊。阿妈，哎呦，我将我的金孙，哎呦，金孙呢？金孙啊！哎呦，连玉啊，安尼来甲我偷抱我的金孙都中啦，唔好甲阿妈说。希望你外口看到，敢扣的啦。唔是你偷抱的，家下好康唔通我捡。哎，小小阿妈唔敢唔敢。哎呦，你要阿妈烦恼死啊！不是你又抱去的啦，若是你偷抱去吼，哪会抱转来？你甲我看啦。啊，是啥物人啦？哦，这心肝哪会这凶？阮好将我细汉着，安尼敢也无冤无仇，我是安怎要甲阮偷抱啦？啊，这好啊！哦，妈妈抱一下吼。安尼哦，唔甘不甘，哎呦！恁这两个囡仔吼，实在是真歹教死啦！怎么这细汉，啊，就会做这种代志出来？心肝咧凶，恁哪拢无想看吗？福将啊吼，嘛是恁小弟呢。你若咧做，万一若有啥物代志发生，看你要怎就好啦。阿妈，你偏心，你若听伊，我唔听阮妹的。金龙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应该把那个小孩子丢到外面啊。那是因为你疼他，不疼我们。你还狡辩？阿姨啊，下达今仔日吼，发生这种代志啦，我迄个金孙福将啊，我也无法度讲吼，不管事拢甲咧裤头的啦。万一若是有安怎吼，啊，我袂晓讲啦。非得哦，这两个才歹死着吼，啊，我真无爱阁看到伊，我嘛真刺心啊啦。你
要赶我们走吗？阿母啊，有迄严重啦，这两个吼，我一定好好甲教示啦吼。安怎教示？啊，歹教啦！人咧讲哦，好种唔传，歹种袂长啦，教袂好啊啦。辉日哦，啊，我都袂晓讲啦。啊，你过去后，你拢搬搬出去啦。阿母，你安尼是互我为难啦，拢是我的囡仔，我若搬出去，放好种伫遮，我哪会安心呢？每一个家庭，拢是有对甲毋对的代志，但是袂晓讲离开就离开啦，尽量有毋对的所在，我会好好甲教示。但是，请你毋通赶阮出去。起来，阿母啊，大人哦，莫和囡仔计较啊啦。因虽然和咱无共事，但是咱嘛是该当做家己囡仔看待啊。而且当初是你有答应过江太太，要和因两个好好饲养大汉啊，我嘛有答应过呢。若是阿母坚持要安尼做，我只好带饲妹和两个囡仔出去外口住。无啊，你安尼咧搞危险，哈？毋是啦，这是做人的道理，不日福将有你照顾就好啊。做人的道理我敢唔捌晓哈？我的心肝敢真是哈雄着？恁两个甲我起来！为即马开始恁两个吼，都要好好甲教示啦。啊，若我迄个金孙哦，我才家己来教啦。金龙，看你闯多大的祸，差点害我们全家没有地方住。金龙，妈知道你有委屈，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法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多危险呢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将来一定会比福将更有出息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里面坐啊！来，这主要打你啊！好，谢谢。来，市场。都菜都上过来。在打米哈？我把行不？我菜你拿都炒咖啡。好，来哈。妈，我碗都洗好了，我要出去了哦。你去找明玉啊？莫走伤远啊，较早转来咧。哥，你要跟明英姐姐去钓鱼哦，我跟你去。你去什么去呀？人家去谈恋爱，你跟什么跟啊？玉凤啊，不要乱讲啊，谁去谈恋爱了？本来就是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管很多哎你。哎呦，玉凤啊，你别逗你青龙了啊，下不了台了，你看。好了，你赶快去，早点回来啊。妈，我要去啊。哥，带我去啦！一会儿。哎呦，你烦嘞！你在那店里啦，小孩子跟什么跟啊？每次都是。阿哥有多菜哈？哦，谁来？我外面加卤卵。好，加济啊，加济哈。那边来哈。嘿。阿姨。金良，你会找明阳啊？谢谢姐姐啊。唔变啦，我等下等你好啊。明阳，金良来啊！金良，妈，我甲金良出来去。都爱哈说你。
阿姨，阮阿姨啊，妈，再见。